来，重见光明。在三峡这片土地上，光明从未熄灭。今天，上帝要我们再次重见光明。1876年，马偕牧师在三峡设立教会，这是他在台湾的第13间教会。在传统宗教盛行的地方，他立下十字架，点燃福音的灯火。1952年，旧堂落成，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在此敬拜上帝，一起接受洗礼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一起接受神的祝福，一同庆祝耶稣的诞生，一同分享，一同祷告。这里承载了70余年的见证，扎根于社区，也延续着马偕当年的宣教精神。我们曾舍不得，因这里承载无数回忆，但旧堂已老旧不堪，结构不再安全。20多年来，建堂的脚步停滞。然而，圣灵催逼，上帝正在做新事，要我们与他同工。3亿的建筑经费，对我们而言看似不可能，但在困难重重之中，上帝差派一个又一个天使，有人提供帮助，有人免费提供义卖商品，更有无数的兄弟姐妹为我们祷告同行。建堂之路，上帝让我们学习顺服，也一点一滴熬练我们的信心。于是我们看见上帝奇妙的预备，我们真实见证耶和华果然为我们做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新堂不只是建筑，更是领受呼召。从马偕到今天，三峡教会始终背负着同一个使命，在这片土地上持续传扬基督，祝福社区。请为三峡长老教会的建堂代祷，让我们携手重见光明，延续马偕的宣教精神，一同见证上帝荣耀的作为。